11月4日日常的訓練，當將他們自我反省、祈禱和冥想在邏輯上聯繫起來和交織在一起時，其結果將會成為生命堅實的基礎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76頁。AA 方案的最後3個步驟將上蒼賜予我們的愛化作對我任性本質的約束。每晚臨睡前，我只需花幾分鐘專心回顧一下一天中發生的最重要的事，並承認那些讓我不怎麼高興的缺陷記錄下來。這是我進入自我探察的旅程中必不可少的過程。只有這樣，我才能注意到自己成長過程中的缺陷，虔誠地去冥想，並懇求上蒼，讓我從自身缺點所帶給自己的痛苦中解脫出來。祈禱和冥想使我學會了集中精力和聆聽。我發現，當自己祈求他的旨意和指引時，一天的混亂就消失了。在尋求完美的過程中，尋求上蒼的幫助，使我對任何枯燥的一天都有了新的看法。因為我知道做好任何工作都會很光明的。養成每日祈禱和冥想的習慣，使我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狀態，能夠面對一天中發生的任何事，而且使我不再想去飲酒了。